快樂是活在當下，將意識集中在此時此刻。由五感開始，揾以簡單易掌控的活動，慢慢培養出興趣。3個月的挑戰，學習新事物，讓自己放鬆心情。和諧粉彩是日本人世谷典克先生所創，透過粉彩藝術，帶給人們心靈和諧平靜。所需要的工具有粉彩筆、方形畫紙、介板、消字板等等。粉彩畫的技巧包括用刀刮出色粉，並用指腹塗抹和推搭顏色，使用剪切模板遮蓋畫紙，然後上色。和朋友一起作畫，找回自我及共享人與環境的和諧。只要願意動動手指開始畫，都能立即獲得成就感與幸福感。自行研習日本粉彩希望藝術協會的18幅畫作，包括四季、大自然、五感等。參加烹飪課程，學習煮食的樂趣。香港的排包被列入 CNN 全球最佳50種麵包。排包的製作方法很簡單，將麵團由搓成球狀，把發酵好的麵團表面塗上蛋液，放入焗爐，完成。另外學會製作特色小食，有燒賣、煎響三寶、魚肉麵。準備食材：將魚肉放入燒賣皮及青椒，蒸燒賣及煎三寶，將餘下的魚肉放入即花袋滾成湯麵。專心煮食時是一種正念練習，能讓你全心投入當下的活動。拇指琴是非洲的傳統樂器，由鐵片和木頭音箱組成，產生共鳴音。它操作簡單，只需用拇指彈奏，音色像音樂盒，療癒又有趣。與初學者一起排練，準備中秋節義工演出，希望輕鬆悅耳的音樂能帶來歡樂和喜悅。每個人的資源和起點不同，不用比較。專注長時間做一件事，就會成為專長。嘗試感興趣的事，享受 me time，把困擾轉移到積極的活動和目標上。生活不簡單，我們要簡單的活着。